有网友就说难听死了，因为它是外来语，对，它是英文。Gita， Gita， 你再讲一次。Gita， 哦哟，Gita， 哎，老板秘你处理好了吗？你要不要赶快处理一下？哎，紧急暂停。欢迎来到新的台语小教室，耶 ！Let's go！ 今天要介绍哪一首歌？有一首绝了，有网友就说难听死了。我卖听啊，难听死了，我卖听啊。他说只剩下好听，明明3分钟的歌，他花了5个小时。真的，刚不小心生气，跟你们道歉。拍谁？你如果不喜欢，你可以选择不要听。对，但你不要谩骂我们，不然我们会没有写新歌的动力。对，写每一首出来都被你们骂，不然也是要有点建设性的骂嘛。第一名你就讲很难听，你确定你有点吗？我到底什么歌啊？我只想欲安静。我第一幕我绝对要讲，这伤危险。你大家当作这是透早，这是暗时的时阵，伫山顶，你知影偌危险？因为迄阵拢暗暝暝哦，而且搁伫山路半夜，伫阿里山迄阵偌危险的，阮两个就徛伫路中央哦，而且迄山路足暗，阮导演搁摕一支迄荧光棒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指挥交通，这等于是硬干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站在那个双黄线上面，镜头前面的朋友不要学。就是有时候我们是拍片嘛，对，拍片有经过申请哦，我们没有违法呢。我们就站在那个路上，然后导演说：“来，我们要来一颗阳光刚刚出来的时候，走进去的 feel， 走了差不多2-3次吧。那个车一直开来开去，都是大卡车哦。而且山路的车转弯，因为我们刚好在一个盲弯的地方，对，大家有看到镜头前面那个有一点点弯弯的，其实那个车下来的速度都很快，在卖命，真的很危险。创作了起来呢，拢爱有牺牲的地方。是的。而且迄阵个歌较袂死。要不要继续？你看，台湾真美，水，够水。我只想要安静去无声的所在。我只想要安静简单解说我的悲哀。你知道那个太阳出来多热吗？人生路坎坷，虽然坎坷，我也感激，我都这么深刻。踮细汉哭咧就笑呀，大汉了后笑咧煞哭。这句这么深的东西，你居然没有要解释？这句歌词是谁给你的启发？搬出来。大支校长，讲个大鸡相拜。对，是因为校长是咱心目中的神呐，迄不是 OG， 后置很难受，最后你自己上，那还要放慢数我几个 O 这样。其实不用我可以看音轨。这一句话的含义真的很深呐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可是我觉得它的意义是很浓厚的。细汉哭咧，就是笑啊！我们小时候哭了就笑了，对。可是长大之后笑着，其实我们心里是很难过，有很多无奈，然后面对生活上的很多问题种种。对。是不是因为这句话非常有感触，所以这首歌写很快？这首主歌到副歌虽然短短的，可是我不到2小时就把它录好跟写好了。而且不止你快，我也很快。这一首就是感觉有重。老板秘你处理好了吗？你要不要赶快处理一下？紧急暂停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边就弄老板突然打过来，有事情要处理，这样。先不要休想控制我。有偌济误会袂赴解释，一月头煞比人嫌甲凄惨嘞。一窝头煞被人嫌弃，共凄惨累累。哇头啊！然后它整句的意思就是有偌济误会袂赴解释嘛，对。伫这社会有很多事情我们解释不清楚，当我们不解释的时候，会被人家误会，会被人家在背后说了一些什么。当我们正在冲的时候，我们会不顾一切的只往前冲。那在这过程中，我们或许自己也有犯到错，也有一些挫折，但是我们来不及跟别人讲，因为我们的目标还没到。对，所以后面才会去挖逃，就是你回头一看，结果去用险咖呢。
哦，就是那一个 feel。够哇这哦哇这，这很多人直接打多少？其实它的台语正字是弱记，一个人字旁再一个弱。哇这，嘿，哇这，那个该水，这个重点是该水，很多人都打成国语的解释，这个字要念成解说，该水。伊拢无机会，下校家的山，不是完全着的。当时的我，嘛想要飞，我只想要安静去无声的所在。其实刚那一句“无声的所在”，让我联想到伍佰老师的一首歌，他那首歌超好听的。无声的所在，无声的所在。其实这一首我在写副歌的时候，对，我好像可以隐喻这个歌词去呈现的更好。对，这个就是一个创作者平常就是要多听别人的歌，才会去触碰到一些新的想法。这不是抄袭哦，这个是那一首歌给我们的启发。然后刚刚那个小编有讲到一点。说这个 Auto Tune 的这个声音稍微比较重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其实因为这首歌算是在妈姆要跟那张专辑里面算一首比较平稳、比较内心里面的歌，那也是我们那时候在当下的一个突破。所以其实，在 Auto Tune 的配置上，我们也都还在拿捏。我们好像第一次让 Auto Tune 这么明显，我们的音乐圈我们所听到的东西是有很多都是有 Auto Tune 的。那在那个当下，我们就是想说，在我们的创作里面，我们也可以来试试看。这个是有一个风格在，而且会跳脱以前台语歌的感觉，新的后置方式、新的尝试这样子。不可能又没电吧？老婆，耶嘿！刚才不是老板找相机没电，刚刚又电脑没电。你也是你讲的好事多磨啦吼。是啊。Costco 膜，不好笑。这什么物件啊 ？Costco 膜，好事多磨咩？好事多，对咩？会使吧？过关吧？会使。你袂记咱有练一寡垃圾话。OK， 来继续落去。雅吉达就是拿东西拿起来的意思。雅。其实我在翻这首我想安静这首的歌词的时候，我看到你这个 Gita 这边，它其实它没有台语，它没有一个正确的词，因为它是外来语，对，它是英文 Gita， 对 Gita， 你再讲一次 Gita， Gita， 那个 Google 小姐要不要麻烦讲一下 ？Guitar。这个就很好举例了，像这边这个雅意打那段，我们前几集有讲到台语字，你要靠想象。你有没有看它有一个举，但是它有手部哦，有手部，就表示你用手拿。这个就是我说的，你要有想象，你才能找得到它正确的字的点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像其实这种字的感觉有一点像那个古时候的甲骨文，像乌龟的龟，它就是长得像乌龟。像前几集那个闯也是啊，对，看门也是，对啊，对。也是需要想象，然后它是有画面的。当初我在翻的时候是直接输入国语字，因为 APP 那个萌点啊，它可以直接国语字切换成台语字，所以我直接打拿，然后它就有那个拿的台语跳出来给你参考。不管环境安怎拖，不管安怎磨，管伊条件安怎换，是谁咧操盘？操盘这个意思，我不太懂。操盘，顾名思义就是操盘手。操盘手就是人知影那个什么股票。但是我在这边这个操盘的意思是幕后的主使者。在人生的道路上就会遇到一些挫折，那我们就是不管谁在弄我们啊，我们就是要保持我们自己。对。观看比看上蓝暖。蓝暖这个字可以讲，蓝暖，我想问，好，我以为蓝暖的那个蓝。哇，你有够烂！喂，这个字其实我不会念。忍烂。日恩吗？闪电恩。日恩。三声。因为其实很多它国语翻成台语的时候，
很多字我们都不懂，平常不会用。对，平常根本就不会用到。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台语最可爱的地方。哎对哦。对对对，烂挪，烂挪是这样子是呈现，软烂的意思就是不想动啊，想要睡觉啊。糗，对，糗，就跟你平常表现一样。对，糗的，糗的。对，但是有时候台语的这个烂挪是在讲这个人不好。你甲看，迄个人那烂挪哦，对对，就表示他的行为不检点。规工要食毒，啊，规个烂挪。规工袂趁钱，好脚好手唔趁钱。哎，烂挪，烂挪伊那。来。出发的船只嘛会拄着风影，亲像咱在人生道路所拄着的过程。我这边要讲一下红印风浪，我那边没改到，它其实是风涌红印，那个浪要改掉，要改成3点水再一个涌。对，涌红印三角涌的涌。对。出外咱做着的环境，念对啊，环境。咱得感谢天公伯的酷刑，但是我想要找一个，找一个造出来好不好？有，无啥的所在 ，Let's go。我别个悲哀，有恁袂了解，我只想要安静去无声的所在。其实我是拍完这一支 MV 我才知道，我原来台湾这么美。那真的可以再shout out一下，大家去看一下齐柏林的纪录片。哦，那个有够猛的，那真的是在直升机上面拍整个台湾水。shout out to齐柏林，shout out to齐柏林 ，respect。这首歌最后的重点，你有听到一个水滴声吗？我的悲哀。因为安静的地方才听得到水声。对，其实因为最后的高潮，对，想要呼应大家，就是给大家一个感觉，就是我们是在安静的地方。笑点在，就是很像你躲在一个黑暗很像下水道的地方，那个水滴声就特别明显。所以我们才做了一个那个滴水声在这边，就是想要呼应这首歌的氛围。而且我觉得在创作台语歌的时候啊，我觉得用字其实比国语还好发挥。对，其实这样听起来的话，是不是我们台语歌面向能更广？这个就是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少人在做台语的创作。对，我们前辈们线上的音乐人，我们都不要说，新血们，音乐有很多种形式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接受，然后接受不同的语言。对，愈在地愈国际。今天跟新一辈的朋友讲，如果有机会，就是尽量创作台语歌，然后让这个语言一直流传下去。我们的记忆都存在于以前的那种演歌啊、老式的歌曲。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很新的东西去制作我们的台语歌。我希望啊，台语歌有一天也能变成台湾的主流音乐。刚在地下玩音乐的时候，就很多人就跟我们讲说，唱台语无在。对，你知道我最一开始创作的时候，听到最多的酸言酸语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当作你是大鸡哦！因为那时候大支校长就是台语老舍，就是大家就只知道他。对。所以当我们开始在接触的时候，大家就是你当作你是大鸡哦什么什么的。对。你们勇于挑战，赞！勇于挑战，赞！嘿嘿。但是别人讲的好的，我们要听。对。你有目标就往你的目标走。外头，偌济，牙，烂挪，红印，期待我们下礼拜五的台语小教室，每周五哦。如果你累的话，希望今天这首《我只想要安静》可以带给你们心灵上的抚慰，好不好？草屯囡仔，爱你们！这是今天的台语小教室，大家再见，下课。